第21，就主得安。耶穌喺世上嘅時候，親自經歷人間嘅一切嘅生活嘅滋味。佢每日接觸好多困苦貧窮嘅人，佢明白一切嘅人所受嘅一種生活重擔嘅壓力。故此有一日佢向人發出咁樣一個呼召話：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我就使你哋得安息。呢幾句令人安慰嘅話，雖然係對當時跟從佢嘅眾人嚟講嘅，但係亦係向全世界各時代嘅人嚟講嘅。耶穌曾經講，佢話人唯有藉住佢先至可以認識上帝。關於佢嘅門徒，佢亦曾經使佢哋已經得到咗有關天上嘅事物嗰種嘅知識，但係佢冇使任何人感覺到佢哋係唔會得到佢嘅照顧同埋愛護嘅。所以佢向一切嘅人話：凡勞苦擔重擔嘅人都可以到我呢度嚟。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呢，就係當時嘅宗教教師，專門以佢哋嗰種虛假嘅禮儀嚟遵守宗教嘅儀式。但係佢哋嘅心中感覺到有一種需要，係外表以宗教嘅儀式所永遠不能夠滿足嘅。嗰啲稅吏同埋罪人外表上似乎只係一味貪愛紅塵嗰種嘅聲色之好，但係心中一樣係疑懼虛空。耶穌睇透咗好多意志呢個困迫、心懷憂傷，以及喺世俗嘅享樂之中想追求心靈滿足嘅人嗰種真正嘅需要，故此佢邀請佢哋到佢嗰度去得到真正嘅安息。佢好慈祥嘅對嗰啲勞苦嘅人話：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哋當負我嘅軛，學我嘅樣式，咁樣你哋心裏就必得享安息。耶穌呢幾句話其實亦係對每一個人講嘅，無論人有冇呢一種嘅感覺，佢哋都係勞苦擔重擔嘅人，喺佢哋嘅肩上都壓住一個唯有基督先至能夠卸除嘅重擔。我哋人生當中各人有各人唔同嘅重擔，但係最沉重嘅擔子呢，就莫過於罪嘅重擔。我哋若果讓自己一直擔負落去就必定遲早會將我哋壓扁咗。但係嗰個無罪嘅一位已經做咗我哋嘅替身。喺以賽亞53章6節話：耶和華使我哋眾人嘅罪孽都歸喺佢身上，佢已經擔咗我哋嘅重擔，佢必從我哋疲勞嘅身上邊接去所有一切嘅重負，俾我哋安息。我哋一切嘅掛慮同埋憂愁嘅重擔佢都能夠替我哋擔當。佢要我哋將一切嘅憂慮都卸俾佢，因為佢時常將我哋記喺佢嘅心上。耶穌今日坐喺永生上帝寶座嘅右邊，垂聽每一個轉過面嚟仰望佢做佢救主嘅人嘅呼聲。佢從來就係親自喺呢個世界上生活過嘅，有我哋所經過嘅經驗，深知人類嘅弱點，所以佢知道我哋嘅需要係乜嘢，亦知道我哋所受嘅試探嘅主力喺邊度，因為佢曾經凡事受過試探，同我哋一樣，只不過佢冇犯過罪，故此佢能夠顧念我哋嘅軟弱，拯救我哋，賜俾我哋力量，醫治我哋嘅創傷。佢個呼召乃係到我呢度嚟，無論我哋有乜嘢憂慮同埋試煉，盡可以將我哋嘅事情擺喺佢嘅面前，佢必定能夠振奮我哋嘅精神，使我哋能夠堅持落去。佢必定會為我哋開路，使我哋可以脫離呢個困迫同埋艱難嗰種嘅處境。我哋越感覺到自己軟弱無能，就越可以因為主所賜嘅力量而堅強。我哋嘅擔子越重，如果將佢卸俾救主之後所得到嘅安息就一定覺得越可貴。基督所賜嘅安息雖然係有條件嘅，但係呢種條件係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就係得到真正安息嘅呢個正確嘅方法，就將佢嚟交俾耶穌。佢話：你哋當負我嘅軛，軛係服務嘅一種工具。人
將軛放喺牛嘅身上，使佢做工。牛呢就必須要有軛先至可以使到工作有效。耶穌用呢個比喻嚟教訓我哋話，我哋喺世界上生存，有一日上帝就要我哋去服務一日，我哋當負佢嘅軛，就係使我哋嘅生活可以喺救恩上邊嚟與佢同工。我哋喺工作嘅時候所肩負嘅軛，就係上帝神聖嘅律法。呢個偉大之愛嘅律法就係嗰個先喺伊甸園裏邊啟示，以後又喺西乃山頒布，而家又喺新約嘅時代寫人心裏邊嗰種嘅律法。佢使到為主做工嘅人先要順服上帝嘅旨意，結果我哋就能夠隨心所欲地任照上帝旨意嚟行。如果我哋一味照住自己嘅私意嚟行嘅話，我哋就遲早會歸入撒旦嘅隊伍，養成佢嗰種嘅性情。故此上帝將我哋圈喺佢旨意之內，佢嘅旨意係崇高嘅，係尊貴嘅，係令人向上嘅。佢要我哋耐心而審慎嘅負起服務嗰種嘅責任。耶穌自己喺肉身上邊亦曾經擔負過服務嗰種嘅軛。佢話：我嘅上帝我樂意照你嘅旨意行，你嘅律法在我心裏。耶穌到世界上嚟捨身受苦，乃係因為佢愛上帝，熱心尋求上帝嘅榮耀，順從佢嘅旨意，憐愛墮落嘅人類。呢啲就係佢人生嘅原動力。佢勸我哋亦要採取同樣嘅人生嘅原則。而家有好多人因為想達到俗世嘅標準，就一日到晚思慮煩擾，患得患失，精神痛苦。佢哋選擇俗世嘅生活方式，接受世俗嘅憂慮，染上世俗嘅風氣，於是佢哋嘅品格就受咗創傷，人生就有咗不必有嘅煩惱。佢哋又因為要滿足自私嘅野心同埋塵世嘅慾望，就不惜違背良心，為自己加添悔恨嘅重擔。我哋嘅救主希望呢啲咁嘅人都能夠卸下呢個勞役佢哋嘅軛，嚟接受佢所擔負過嘅軛。佢話：我嘅軛係容易嘅，我嘅擔係輕省嘅。佢吩咐人要先求上帝嘅國同埋佢嘅義，其他今生一切需用嘅嘢都必定會加俾佢哋。憂慮時常會使人盲目，唔能夠睇透未來嘅事情。唯有耶穌能夠從起初睇透末後嘅事情。喺每一個困難當中佢都有解救嘅辦法。當我哋以為我哋人生當中一個辦法都冇嘅時候，其實我哋天上嘅上帝仲有成千個方法可以替我哋解決我哋嘅事情，可能我哋一啲都唔知道。凡係以上帝嘅工作同埋尊榮為念嘅人必定會睇見困難會消散，腳前會出現一條康莊嘅大道嚟嘅。耶穌話：你要學我嘅樣式，因為我心裏柔和謙卑。我哋必須進入基督嗰個學校去學習柔和同埋謙卑呢種嘅樣式。救贖之道就係訓練人進入天國。呢一種嘅訓練能夠令人認識基督，擺脫嗰啲從黑暗之君嘅學校裏邊所學得嘅嗰種嘅思想習慣同埋行為。天國係具有天國之民嘅品格嘅人先至可以入去嘅，唯有從耶穌嗰度先至可以學到呢一種品格。故此耶穌叫人學佢嘅樣式，特別係佢柔和謙卑嗰種品格嘅樣式。柔和就係一種溫柔仁愛，對人有恩慈嗰種嘅心。喺呢個冷酷無情、自私自利嘅世代裏邊，人大多數都對別人冷酷無情，為咗達到自己嘅利益，不惜犧牲別人，卑鄙刻薄、殘忍自強。呢啲唔係天國之民嘅品格，亦唔係真宗教嘅本質。真宗教唔係以個人嘅自私嘅利益為中心嘅，乃係以他人嘅幸福同埋利益為中心，處處為別人嘅福利嚟着想，而唔係一味為自己嘅福利。尤其喺人際嘅關係上邊，處處會顯出一種溫和仁慈嗰種態度嚟。呢啲先至係基督品格嘅表現。佢叫我哋要喺心裏柔和呢一方面學佢嘅樣式。耶穌又叫人喺謙卑方面學佢嘅樣式。世界上有好多人
喺表面上呢，喺客套上都喜歡用謙卑嘅語氣，但係如果你真係用佢嗰種自謙嘅語氣嚟對待佢啊，佢就會大發雷霆，認為你對佢太不尊敬。比方有啲政府嘅官員啊，喺佢哋寫俾人民嘅公函上邊結尾都喜歡用你嘅僕人，然後喺度簽字。咁啊，有一次咧，有個人咧就寫信俾一位政府嘅官員，一開頭就用我親愛嘅僕人，呢位政府官員就勃然大嬲，一睇見嗰種嘅稱呼法，就將嗰封信咧搓埋一團掟咗落字紙籮裏邊。呢個人嘅謙卑咧係假嘅，真正嘅謙卑係人有權力同埋地位嘅時候，佢唔將佢使用，而唔係口頭上有冒充嗰種嘅謙卑嘅心，而真正喺裏邊係有一種自高自大嘅心。聖經記載耶穌喺天上啊，本來有同上帝同等嘅地位同埋尊榮，但係佢甘願放棄降世做人，自己卑微，全心順服，以至於死，甚至死喺十字架上，為咗他人嘅利益而甘願放棄自己一切嘅高位同埋尊榮，呢啲先至係真正嘅謙卑。換一句話嚟講啊，不以自己為中心，事事以他人嘅福利做中心嘅呢種嘅表現，先至係謙卑嘅精神。耶穌嘅心係同上帝嘅心完全和諧一致嘅，所以佢有完全嘅安息。佢從來唔係因人嘅稱讚而得意，仍因人嘅責難而沮喪或者失望。喺佢最強烈嘅反對同埋最殘酷嘅遭遇之下呢，佢仍然勇氣百倍。但係有好多自稱為基督徒嘅人啊，因為唔敢信賴上帝，心裏邊就時常焦慮受煩，佢哋唔敢將身心完全奉獻俾上帝，唯恐奉獻咗之後呢，所牽連嘅責任太多，故此心裏邊永遠得唔到真正嘅安息。呢啲就等於有一個老人家咧，有次咧孭住一個好重嘅包袱喺路上行走，有個騎馬嘅人行過佢嘅身邊，睇見佢咁可憐，就動咗慈心，邀請佢坐喺佢嘅馬上面，讓佢不必自己背住呢個重擔嚟走路。經過咗一段路程之後啊，呢隻馬嘅主人發現呢個老人家咧，雖然騎喺馬上，但係仲係孭住嗰個包袱，仲喺度不住嘅唉聲嘆氣。嗰個主人就對佢話：先生，我既然讓我個馬俾你騎啦，咁你又為乜嘢仲喺度孭住嗰個包袱咧？唔將佢放喺個馬上邊咧？咁嗰個老人家就回答話：先生，你咁仁慈，讓我坐喺你嘅馬上邊咧，我都已經感激不盡啦，點好意思仲要將我個包袱加喺你個馬嘅身上咧？咁今日有好多自稱為基督徒嘅人啊，都有呢一種錯誤嘅態度，唔敢將自己完全奉獻交託俾主。明明知道有一位可以日日背負佢重擔嘅主，佢都唔敢將所有嘅重擔交俾佢，仲以為自己孭翻一部分呢先至係對得起佢咁。其實呢一種做法呢係多餘嘅，使人得唔到平安嘅另一個原因就係專愛自己嘅心。我哋若果係從上頭生嘅，就必定以耶穌嘅心為心。耶穌嘅心曾經使到佢自己卑微，以致我哋可以得救。我哋有咗咁樣嘅心啊，就唔會一味只顧追求世俗嘅地位，乃係只顧盼望嚟到主嘅面前學佢嘅樣式。我哋要明白凡係上帝要我哋做嘅工作都係有價值嘅。我哋唔在乎世上嘅稱讚，亦唔單憑自己嘅能力喺度裝腔作勢、沽名釣譽。我哋嘅工作嘅價值乃係根據聖靈澆灌嘅多少而決定嘅。信靠上帝，足可以使人嘅意志更加同聖潔，而且能夠喺忍耐當中保存純潔嗰種嘅心靈。人將呢個放喺牛嘅身上嘅軛，就係要使到呢個牛做工嘅時候可以減輕佢身體嘅壓力，使工作更有效果。基督嘅軛亦係咁樣。當我哋嘅意志完全符合上帝嘅旨意，並且佢嘅恩賜去為人造福嘅時候，我哋就會發覺人生嘅
擔子係好輕省嘅。嗰啲遵照上帝嘅誡命去行嘅人啊，就係同基督同行嘅人，佢個內心就能夠喺基督嘅愛裏邊得到真正嘅安息。上帝曾經藉住先知對人話，耶和華如此講：你哋當企喺路上察看，訪問古道，嗰個係善道，便行在其間。咁樣啊，你哋嘅心裏就必得安息。佢又話：甚願你素來聽從我嘅命令，你嘅平安就如河水，你嘅公義就如海洋。上帝要人察看訪問古道，行在其間，就可以得到安息。嗰個古道係咩呢？就係自古以嚟賜俾人嘅真理。今日好多人啊，自作聰明，以為基督教已經過時啦，唔能夠俾人帶來滿足心靈嘅嗰種嘅需要，故此去尋求一種所謂合乎時代嘅新道德觀、新嘅自我麻醉嘅生活方式、新嘅生活快樂嘅標準，結果搞到天下大亂，家庭破裂，社會道德日漸墮落，以致可以因此本來可以得到快樂嘅，就變成樂極生悲，天下更加不安寧，人反而更加得唔到安息。可見唯有遵照上帝自古以嚟所賜俾人嗰種嘅真理以及神聖嘅道德標準，先至人得到快樂同埋安息嘅秘訣。上帝話：人如果聽從佢嘅命令，平安就會好似河水。唯有遵守上帝命令嘅人，先至會得到真正嘅平安。凡係相信基督嘅話，將心靈交俾佢保守，而且照住佢嘅吩咐而行嘅人，必定可以得到平安同埋康寧，因為耶穌會同佢哋同在，使佢哋有快樂。世上就冇乜嘢事情能夠叫佢哋憂愁嘅，佢哋喺完全嘅信服當中就有完全嘅安息。聖經話：堅心倚靠你嘅，你必保守佢十分平安。我哋嘅人生似乎凌亂不堪，但係當我哋將自己交託俾呢位智慧嘅大師嘅時候，佢就必定會為我哋造成足以榮耀佢嘅人生同埋品格，而且因為具有基督嘅品格，就能夠使到佢不但成為人個福惠嘅嗰種嘅器皿，亦能夠使到佢有資格嚟進入天國。當我哋藉住耶穌而進入佢嘅所賜嘅安息嘅時候，天國從此就喺人間開始。耶穌邀請我哋嚟學佢嘅樣式，我哋如果接受佢嘅邀請，喺我哋嚟就近耶穌嘅時候，永生亦就會開始。人藉住基督不斷嘅就近上帝，咁樣啊，就等於嘗到天國嘅滋味。我哋喺呢種嘅福樂當中越來，上帝向我哋所顯現嘅嗰種榮耀就越多，我哋就會越清楚認識上帝，我哋就更會獲得人生所從別個地方所冇辦法追求到嘅嗰種嘅福樂。當我哋喺今生同耶穌同行嘅時候，就能夠被佢嘅愛所充滿，而且會因為佢同我哋同在而心滿意足。凡係血肉之體所擔得起嘅，我哋喺今生都能夠忍受，因為呢啲一切同來生嘅福氣相比啊，就顯得微不足道啦。讓我哋再一次嘅記住耶穌嘅呼召：凡勞苦擔重擔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我就使你哋得安息。親愛嘅朋友，你覺得有生活嘅重擔似乎係超過你嘅能力所能擔負嘅咩？請你將呢個重擔嚟交俾耶穌，佢一定可以使你得到安息。請你而家就將你嘅重擔完全交託俾佢。讓我哋一同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能夠擔負我哋人生一切嘅重擔。你明白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嘅重擔，我哋有困難有苦惱，你都知道。喺我哋冇辦法可以解決嘅時候，你仲有千個以上嘅辦法可以替我哋解決我哋一切嘅困難。求你幫助我哋能夠完全依靠你，接受耶穌嘅親切嘅呼召，將我哋嘅各種重擔都能夠帶到你嘅面前，將佢完全交託俾你，使我哋可以從此得到心靈真正嘅安息。
奉靠教主嘅名求。